我叫做羅四兩，自細就無父無母。聽講我阿媽生完我之後，因為產後抑鬱症吞丸仔救唔返死亡。我阿爸羅大富喺1973年股災，一夜之間輸晒成副身家，受唔住刺激跳海死埋。好彩喺4歲嗰陣，有個遠房親戚叫做三叔嘅人收留咗我，總算粗生粗養，冇穿冇爛，就咁我就過咗20幾年啦。各位觀眾早晨，民生關注團體早前進行嘅調查報告顯示，本港失業人數較政府所公布嘅數字高出3倍，估計現時冇工係手嘅人或跟負赤字嘅人數實際數字。你嗌咗你唔好睇電視㗎啦，你硬係要睇嘅。電視好好睇咩？